也没有什么好误会的。轩轩，你认识啊？我女朋友。没想到江总这么有效率啊！一分开就约我见面。想见你。江总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是有男朋友的人了。哦，这样啊。那看来是我误会了。哎，也没有什么好误会的。那黄仁轩怎么办啊？反正我也不太喜欢他，我只是需要他陪我打游戏而已。现在不是有你了吗？可是我不喜欢混乱的关系。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！哎，别激动！你今天不是回公司了吗？你是要跟我分手啊？行，我同意。好啊，黄仁轩，你把他们合伙起来算计我是不是？是你心术不正。算你狠！江总，对不起啊，是我看错人，还麻烦你出卖色相帮我。以后找女朋友啊，擦亮眼睛。我也是迫不得已。那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呀？谢谢江总。哦，他前女友给的。陆林，你去买单，我去洗个手。